平安信心者，我说平安。平安。好，时间已经超过，咱先来祈祷。主要听到阮的天父，感谢你的恩典，让阮搁一摆透过网络组织，阮也要来查考出来及记25章、26章，伫遮来三个分享，特别是伫即个圣殿的起造，甲即个会幕的关系。阮透过今仔日的经文，也要做来研讨思考。感谢你下晡，互阮会当参与伫正阳好姊妹的即个日幕甲会看的礼拜，也因的亲人今日逝世济也毋捌你，也恳求主你圣神甲因三甲肢体，也互阮会通透过安尼的一个礼仪、听事甲关心，会当来帮衬因来得到主你的保守看顾。恳求主你来帮助因，也互因伫即个哀伤的中间得到安慰。献上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免。好，今仔日物件会较济吼，所以我尽量看会当甲25章甲26章拢总讲完啦吼。过来几章内底拢咧讲到会幕，即个会幕内底的即个祭坛甲即个礼仪吼，一直到31章吼。咱伫最近即个出来入去的经文，甲咱的圣殿的起造，我想会当做一寡联想啦吼。好，我就来开始甲大家三个分享吼。所以，咱要来开始思考是讲，到底出埃及的目的是甚物货？咱通常讲到出埃及都讲到两项代志，一项代志就是讲，上帝拯救因脱离迄个做奴隶的所在，吼，所以这是咱讲透放神学的一个焦点啦，吼。你若对犹太主义来讲，因会讲到即个进入应允之地的即个上帝应允吼，所以咱大概讲较济人差不多即两种吼，但是牧师认为讲更较重要的是伫迄个过程的中间，如果咱若斟酌去想啦吼，出埃及一直进入伫迦南地，咱莫讲行直线，行迄个对西奈半岛安尼起来吼，到底需要偌久？敢着爱40冬？当然是毋免啦吼。咱若准伫对即两章开始吼，比如23章、24章开始咧讲着安怎咧学习敬拜上帝吼。19章开始，20章咧讲着律法嘛，吼诫命，然后开始讲着敬拜。敬拜的经文真长吼，所以我认为上重要的即个出埃及的过程中间，一个足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安怎认捌上帝，要安怎知影要敬拜上帝的方法啦吼。所以咱这个重新来思考者啦吼。当然，上帝有应允亚伯拉罕吼，就是讲伊要成做大国吼，大国家都有两个物件足重要存在，就迄个人民嘛，第二个就是土地啦吼。即个亚伯拉罕伊到伫100岁的时阵才生囝吼，伊的子孙到底有偌济？这是咱爱去了解吼。过来，伊的土地伫倒位啦吼。咱嘛知影伫出埃及拢总出来的时阵是60几万人嘛。60几万，你若乘以4，乘以5，差不多200-300万，算大，当时时来讲算大个国家啦吼。但是伊的土地伫倒位吼？事实上吼，上帝带亚伯拉罕出即个伊的祖家吼，了后捌经过迦南地，上帝早就甲讲吼，即个所在就是要互你的啦。伫创世记12章吼第6节。咱若阵斟酌去甲看的时阵，
上帝已经指示讲，我要将即个地来赏赐互你，吼，伫第70节吼，我要将即个地赐互你的后裔。阿伯拉罕伫遐起做一座坛，伫遐敬拜上帝。好，但是到尾啊是安怎无去？吼，有几个原因啦吼。第一个，阿伯拉罕去到迄个所在是拄着饥荒，所以伊就家己离开迦南地。圣经讲伊落去埃及，迄个落去有两个意义啦吼。一个意义就是对于地理上来讲落南，吼。那另外一种叫做信仰的对落，因为伊离开上帝，上帝要赏赐迄块地互伊，伊看到困难伊就离开，吼、所以咱知影，这是伊第一摆进入伫埃及啦，吼。所以咱知影，即个应允之地内底就无阿伯拉罕的后裔啊，吼，伫这中间。啊，咱知影雅各的时代嘛是安尼嘛，两摆嘛，吼，嘿，了后即个430年了后，约瑟毋捌约瑟的王开始虐待因，互因诚做奴隶哦，吼，受着迫害，所以因搁一摆想着讲，会好若亲像一个上帝吼，会通救咱，所以因就伫遐咧向天来呼求啦，吼。好，了后就是咱看见上帝的拯救出来及。就是咧讲着上帝的拯救，咱讲偷放神学的即个基础。出埃及记第3章第7节到第8节，上帝呼召摩西的时阵，就是安尼讲：哦，我的百姓伫埃及受的痛苦，我已经听着啊，我也看着啊，所以找摩西入去救因啦，吼。这个足重要的话句，就是讲上帝甲摩西讲，我落来的目的，吼，我落来的目的啦。哦，上帝对天顶落来目的，啊，结果落来，啥物人落来？是找去摩西啊，吼，找去摩西，哦，落来目的就是要救因脱离，吼，要进入离即个应允之地啦，吼。好，摩西甲阿伦第一个去见即个法老王的时阵，摩西是安尼甲法老讲，互我的百姓离开去旷野，我的上帝安那守节，守节。对原文来讲，迄个意思有服侍上帝的意思，有献祭的意思，吼。所以伫遐学习敬拜上帝，其实是出埃及一个足重要的目的。吼，法老王就讲，耶和华是啥物人，叫我着爱听伊的话，吼，用阮遮的以色列人民走吼。对伊来讲，以色列人民是财产呢，因为是奴隶嘛，吼。讲希伯来人的神拄着阮，这是摩西讲的吼。求你用阮去旷野行3工的路，3工代表3工行会到所在，嘛代表讲真远的路吼。伊要行到西南半岛嘛吼，所以互阮伫遐来敬拜阮的上帝，免得伊用瘟疫、刀兵攻击吼。这个就是咧讲着后壁的灾难啦吼。好。对19章20章开始，就咧讲着学习改变嘛吼。以色列经过一段的困难、挣扎、战争，来到伫摩西传说中间咧讲的上帝的山，所以伫遐就开始来敬拜上帝吼。这是19章开始，被办来服侍上帝，领受上帝的律法规定，甲上帝立约，搁来向上帝献祭吼。甲上帝立约真清楚，是咱伫24章看到迄个会的约啦吼，伫迄个所在来建立，甲上帝来立约。好，今仔日要讲的是讲，因奉着即个摩西颁布的诫命即个规定了后，甲上帝立约了后，就开始进入伫迄个敬拜上帝的代志内底，所以24章、25章开始就咧讲到即个敬拜的概念，开始起做会幕，开始伫遐要来知影讲爱安怎有圣所、至圣所等等的吼。这是过来几章咱会去讲到迄个部分啦吼。好，对概念来讲，对整个的即个出来记记的分段来讲，对25章来到40章是咧讲着真特别的记载，咧讲着会幕祭司，甚至咱知影第32章讲着阿伦祭司的这份，伊搁
佫做毋着代志，等等遮诶，咱会当伫即段内底看着啊，这互咱来看啦当然，咱咧讲诶迄个规定诶经文就是讲用着诫命等等处罚，但是对24章开始咱就看袂着啊对20章到23章足清楚但是24章咱就开始看袂着即种处罚诶字眼，开始讲着你着爱安怎来敬拜上帝，你着安怎来去做即个会幕，安怎做安尼所以会通讲伫即个中间看到一个真无共款诶记载诶形式伫遮。35章到40章咧讲到咱像故事性描述诶即个部分甲咱即摆咧看25章开始拢有一寡重复出现诶所在我拄着重复出现，我会引用迄经文，甲逐个三甲来分享啦这咱会当家己看家己去做一个对比啦好大多数诶圣经学家认为讲出来记25章第1节到31章18节是出埃及记35章到40章38节的原典版啦意思就是讲头前即段记诶较短较原始，35章到40章去重新解说重复，然后佫有加添一寡物件迄个概念是安尼啦好，所以咱会当看到讲即个记载对伫出埃及记25章第1节到31章18节，咧讲到对会幕内面一直到外面圣所即个建筑，讲到约柜要安怎放啦即个记录簿要安怎做啦即个会幕布安怎做安怎织啦这拢有伊诶规定伫诶啦有伊规定连伊讲着是讲着较斟酌诶部分咱会先一个真重要诶概念，就是讲因是游牧民族。所以因咧去做即个会幕，咱讲帐棚诶时阵，所考虑诶一个足重要诶因素是啥物货？就是讲因将来若要收起来，爱好载，爱好运送就是有安尼诶一个想法，所以伊毋是规组诶伊有分会用对细安尼来去用安尼佫有迄种咱讲插榫啦佫校条诶等遮个，咱会当去看着讲伊咧设计是往即个方向咧行啦伫这中间讲着亚伦诶名有40摆会祭啦就是讲着即个祭司诶部分所以伫即个所在就是讲拢用迄个耶和华上帝对摩西讲，这是上帝所交代诶话，叫因着爱安尼做对35章到40章亚伦诶记载就较少，8摆尔颠倒讲着摩西较济这是一个经文诶比较啦后壁段会去讲着讲建筑啦、砖塔啦你等遮诶物件会佫较清楚啦所以照圣经诶记载，即个起造会幕差不多用40天诶时间，上帝亲自教导摩西安怎来建筑遮诶物件所以咱就开始来看25章会分做4段啦第一个段落就是讲爱为着圣所奉献这互咱倒转去思考着讲，大卫伊本来要起圣殿，但是上帝无爱互伊起，要交互所罗门。但虽然是安尼，大卫伊愿先做一项最重要诶代志，迄个代志就是先接住建筑基金啦准备材料、建材，准备钱银，甚至伊要安歇进前，伊佫甲所有诶官员、将军拢叫来伊讲我奉献遮恁咧所以敢若亲像咱即摆咧募款迄个感觉啦好，所以开始要去圣所，当然爱有资金啦，爱有物件，所以伊就开始伫遐咧讲着爱为着圣所奉献过来讲着约柜诶代志讲着献祭诶饼甲刀这拢会佫讲着啦
26章就咧讲着伊排位置安尼吼。了后伫31节到40节咧讲着顶代吼，顶代好。为着圣所奉献，咱来看经文啦吼。伊讲摩西对以色列全会众讲，这是上主的命令，为着奉献礼物，互上主，所有甘心奉献的人，拢通带礼物来献互上帝，就是金、银、铜、蓝色的、紫色的、朱红色的鞋仔、幼麻布、山羊毛，吼捏做红色的羊羔的皮，上顶的皮，这个上顶的皮念伊我会伫26章的所在小可讲着吼，25章就会小可讲啊啦吼，到底这上顶的皮是虾米皮啦吼？好来，金荷番木啦，点顶的油啦，制作通抹的圣油，甲香料的香油，芳芳的香料吼这个红玛瑙啦吼，甲要放这个以弗得甲这个圣兄弟的宝石就是祭司咧穿的这个吼，好，所以下骹规定又规定什么物件吼？意思就是讲，上帝已经存办好要安怎来起圣殿，所以伊要爱摩西去甲遮的以色列民众守的这个宪制是有规定的吼，所以咱知影吼，这奉献是圣经的规定，这是足清楚啦吼。咱之前也捌讲着啦吼，有一寡人无爱牧师讲奉献是基督徒的责任吼，但是这个事实上是圣经所讲的吼，基督徒奉献这是理所当然的一个安尼讲信仰生活的一个展现啦吼。好，所以照圣经的记载，无论对创世纪咱咧讲着迄个麦基洗德啦吼，也是该允亚伯吼的奉献啦吼。亚伯罕献1/10，我拄则讲麦基洗德的代志吼，甲出来及记。甚至马勒基书第3章第8节到12节，拢讲着奉献是基督徒，也是讲以色列人受呼召的人必须爱做的。保罗嘛真侪时阵强调讲，着爱甘心乐意的奉献吼，这拢是规定啦吼。好，出来及记这段的规定，着有关着会幕献祭奉献互上帝，这个规范嘛是拢出自上帝交代。摩西命令以色列人应该爱行的事，所以毋是讨论，毋是问讲安尼好毋好，安尼毋是，是无法度自由选择啦吼。这是上帝真清楚来交代吼。好，第3点咱看讲，这是上帝吩咐以色列人吩咐以色列人，毋是干那叫因爱奉献尔定吼，伊搁伫遐咧讲着应该爱献的物件吼，应该爱献的物件，也是讲应该爱献的这个态度生活吼。伊才有讲甘心乐意奉献的物，你拢通收起来啦吼，拢通收起来吼。所以甘心乐意伫对希伯来文的形容来讲，就是讲伫心内有一个咱咧甲你送吼，敢若车共款安尼，有咧送吼。当然，迄个字有翻译无共款的角度无，煽动啦、情愿啦，还是驱使吼。驱使有小可，咱是讲引进迄个动力安尼吼。所以意思讲，甘心乐意的奉献，就是讲对心底有一个力，叫你甲你杀起哩，你无行，你无做袂使安尼啦吼。好，所以嘛会通讲这是自发性的吼。透过上帝提醒以色列人，应该对心底来互家己自愿向上帝来奉献，这个是迄个部分。要奉献啥，就是咱咧讲这个内底有规定啦吼。其实若用伫马列基的经文来讲，就是讲咱若所有得到的物件，拢是上帝所授予予咱的，所以应该爱来献上帝。所以奉献的概念是安尼。所以蒙恩的以色列人已经先得救上帝才发布诫命，才甲因立约，才要求以色列人爱奉献吼。所以这就真清楚啦吼。咱有机会就转去看22章，我才后壁有讲啦吼。然后咱之前有讲到吼，第出埃及记22章的讲义内底有讲到吼，所以我大概
走过啦吼，互咱小看者，你若有机会倒转去编22章，我有即段吼，我有放伫内底安尼吼。好，咱知影伫教会内底奉献是，咱有分，比如讲经商费啦，咱即嘛有建筑基金啦吼，咱嘛有慈善的吼，嘛有教育的，有一寡物件拢统合伫迄个经商费内底吼，那当然，咱伫教会内底嘛有监督的制度，咱有小会有财务，嘛有每一年选出来2个查校委员做平常时的监督，吼。2月份咱有一个会员好会来审核吼，所以逐礼拜嘛有迄种奉献的征信吼，这拢是一种自我监督的一个真重要的做法啦吼。好，所以搁一摆强调讲，甘心乐意的奉献，诚心实意的奉献是将意思来讲从头上的。头前的意思是讲，将上好的完全献互上帝啦，吼，来献互教会，是毋是献互安尼讲有一寡国人安尼吼？但是伫咱的教会生活中间，咱时常有看到一寡奉献的心态，毋是介健康啦，吼，也是讲对伫这个管理吼，所以伊奉献了后，伊就想要过头关心，想要来监督安尼吼，变做。过头干涉着教会，或者是同工处理奉献的方式吼。我即几工有甲一位，毋是咱教会的姊妹伫讲，伊讲伊嘛会奉献一寡物件，互咱的教会去卖吼。伊就讲，我奉献了吼，我就不在乎你卖多少钱，反正就是要互咱卖，会当赶紧收一寡钱伫建筑基金，就好啊。这是一个足健康的奉献态度啦，吼。但是有个人就感觉讲，我奉献这物件吼，足价值的呢，你一定要卖偌济钱安尼吼。但是有当时咱出去咧卖这物件，推销这物件，无遐简单啦，吼，无咱想的遐简单吼。因为咱面对的每一届对象拢无共款，这都市教会甲较偏向的教会。迄个概念，因的观念嘛，拢无共款吼，所以咱要安怎有一个健康的奉献的态度？我想，就是咱即马看到这个吼，就是讲应该专人交互教会信任教会同工的处理，当然嘛信托互教会监督的单位吼。咱过去台北中会捌处理过几个真有问题的财务问题吼，有咧处理就表示讲真正会有问题。嘛，真正咱有咧监督，所以咱才会有这问题咧处理安尼吼。当然，伫这中间，咱嘛爱自我提醒啦吼，就是讲对伫教会的金钱的这个认真的态度，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代志吼。好，上帝交代摩西讲，这物件伊若甘心乐意来奉献，你拢通收起来啦吼。所以，既然是安尼，就是讲，伊叫摩西爱收起来的目的，就是要来去做迄个敬拜上帝迄个会幕。也是讲，咱即马伫现代教会，咱所有奉献收入来，就是做教会的使用。教会使用包括小会决定的代志，中执会要办的活动，各团契的聚会所需要的，主日学也好，圣歌队也好。咱有编预算，咱就会当去执行遮个物件。遮个物件拢咱叫做公啦，吼，拢叫做公。所以伫这个中间，咱得有迄个概念。但是今仔日个经文咱所看到的，伊内底所规定的是为着后壁所要讲的会幕、敬拜上帝献祭的用品，吼，啥物物件？伊讲金啦、银啦、铜啦，吼，那色、紫色、朱红色的丝。柚地布吼，山羊毛，染做红色的羊肝皮，甲上顶的皮，咱连面会佫讲着吼。佫来金合款的茶，点灯的油吼，制作汤抹的圣油甲香料吼，黄马肉，甲要请即个伫即个伊弗德就是伊迄个祭司咧穿的即个物件吼，咧所使用吼，所以好来。遮因物件拢为着要去做即个会幕使用，所以
亲像咱即摆咧面对建堂的需要共款，咱所收到的金钱直接伫指明就是要互建堂，就放伫建堂基金内底。收到物件讲恁去义卖做建堂的义卖，咱就赶紧去来编做咱的义卖的物件内底。共款遐收入，马上像讲，阮即摆出去若转来。当日阮就开始结销，结销了后，甲即个扣掉成本的金额，就马上归入伫建堂基金内底吼。这就是即个目的，嘛为着要清楚吼，所以阮每一摆就安尼咧做吼。亲像咱会看见讲前礼拜咱过来礼拜看到周报，阁有顶咱的迄个同心合意股，嘛阁有关系，就是讲因卖物件、油饭等等的这收入，伊嘛是固定一笔钱着入来吼。这逐个当工就是拢安尼，真甘心乐意，咱做伙来努力即件代志。伫今仔日的经文内底，咱就看到讲嘛当然是要为着去会务。所收的就是安尼，要来为着去做即个敬拜上帝的所在吼。所以咱共款做伙努力来去做一个新的礼拜堂，要敬拜上帝。吼，这嘛是上帝当初是交代摩西奉献收入的目标啦吼。用咱即摆的角度来看，这叫做建堂基金啦吼。第八节就讲，因为着我去一座圣的所在，互我踮伫因的中间，这个真重要啦吼。伫出埃及记19章以前，咱看见着上帝是一个摩西喙内底的上帝，吼。伫19章看到的上帝是伫山顶的上帝，而且佫伫迄个山下骹画界线，长老啦遮个以色列人民袂当搬过界，吼。上帝好咱甲亲像甲因有一段距离的上帝，但是伫第八节即句话。真重要，伊讲我通踮伫因的中间，上帝开始踮伫以色列人的中间，这完全改变以色列人进前迄个感觉啦吼。上帝无搁再是远的上帝，伫迄个云藏起来遐，伫迄个雷公死那咧等遐，是通惊的上帝无？上帝要踮伫因的中间，吼。这非常重要。上帝要踮伫遮个人的中间，一个圣所的观念，一个敬拜上帝的所在，是上帝所在、所伫地的所在。圣所、会幕、圣殿、礼拜堂，拢代表上帝所伫地的所在啦吼。所以是人甲上帝见面的所在，是人献祭敬拜上帝的所在。好。搁另外一个，我无写伫即内底，一个概念互咱讲，来咱想。我拄则一开始咧讲到会幕的起造时，我有强调一项代志，因是游牧民族，所以这会幕的物件是安那，将来要赶咧走的啊。吼，迄个意思是啥物货？上帝毋是固定伫西奈山的上帝，上帝是啥物货？上帝是踮伫以色列人，无论因去到倒位，上帝就伫遐。所以也就亲像耶稣所讲的，若有两三个人同心合意祈祷，若有两三个人奉伊的名自执，上帝就伫因内底。所以教会是逐所在拢诚做教会，当有人合一，有人甲上帝有好的关系，上帝就伫遐。吼，所以遮咧讲，我着要踮伫因的中间，这个概念非常重要，吼，非常重要。好，第九节讲。因着照着我指示你的款式来去做这个会幕，制作内面所有的器具，吼。所以迄个方式是啥物货？就是上帝去甲伊教的。摩西嘛毋知影要哪去啊，摩西嘛毋知影要哪敬拜上帝啊，吼。所以阿伦嘛佫嘛毋知影，长老嘛佫较毋知影，所以上帝就伫迄个所在来交代摩西去做会幕甲内底所有器具的方式。咱的现代的建堂是啥物货？好，这个方式毋是对上帝启示牧师讲你着安怎去无啦？即马着爱照啥物？爱照建筑法啦，吼。那早前是讲这个土水财务画的图，但是
当咱救入伊了后，迄个建筑的规定更较严，起造特别是条啊的规定、梁的规定，即马梁内底拢袂当藏物件，一藏的就破坏伊的耐力。伫迄个条仔内底，若铁基安尼起来尔，佫围的箍仔愈来愈挖15公分，佫来中佫爱即边揪迄边，即边佫揪迄边，惊伊讲即个死到地动单对安尼中崩去，吼。有济的机关咧管理，比如讲中央政府啦，主管单位是地方政府啦。嘛有工务局啦、建管局啦、环保局啊，等等的文化局嘛会来哦。你阵咱的规个礼拜，就文化局咧甲咱怎呢？会算讲有小可要甲咱禁建吼，伫迄个所在来做考察，拢会有关系啦吼。就即马拢爱建筑师画好规划送审，搁互即个土水即个水电画图去摕着执照，有承包商来起造，吼，咱建筑师、土木技师，咱到位搁派人监工，吼，建材都爱有合法的建材实验室去检验，看伊有够崩无，有够烂无，等等遮的，吼，即马就真复杂，拢有伊的规范伫个啦。咱若无照即个规范内底，古早是上帝的刑法，即马是政府会甲咱处罚啦吼。所以咱有足侪物件，就是讲，伫古早的处境，甲咱现在的处境，咱要哪去看？要安怎来讲遵守来甲伊即个代志做好势安尼吼。所以上帝互咱的意象吼，即个字我会佫解吼，意象吼，甲伊的旨意到底是啥物货？伫摩西时代咧讲着会幕，代表的时代，所罗门的时代咧起造一个金世式的圣殿。咱现在咧拜堂，咱拢领受着上帝互咱的意象吼。伫即个所在，咱知影讲咱要做啥？要做社区，要来关怀地方，要来帮助大学生吼。要一个较舒适的所在来敬拜上帝。咱有一寡真清楚的想法伫即内底。这就是当初时上帝交代摩西所起造的吼，咱后壁会佫讲着啦吼。这个图是对一个圣经的简报站落来的相片啦吼，图片吼。好，25章的第10节到22节，咧讲着比萨咧用金合番树吼木来做一个约柜。长110公分，宽66公分，悬66公分，用纯金包这个柜，内底拢包的吼，内外拢包的，4颗链灯拢空金线，佮甲伊自4个金圈仔安伫伊的四支骹，吼，这边2个，迄边2个，伊用金合番树做木叫做2支棍仔，嘛是用金包的，将棍仔藏伫约柜边的环内底，用来扛这个柜仔，伊佫用纯金做约柜的挂，长110公分，宽66公分，佫用金来拍2个天使，叫做基路伯吼，安放伫挂的双头边，一头一个，双头的基路伯甲挂连做柜底，2个基路伯面对面，吼，约柜的挂，实体悬。正约柜的这个挂吼，所以咱看见讲约柜的做法伫这所在吼，又讲到迄个寸尺啦吼，金合番木若中文的和合本的翻译叫做皂荚木啦吼，皂荚木吼，连伊我会互咱看图片啦吼，有记载伫真侪所在吼，记载真所在。这是活伫即个较干燥的所在一种树啊，澳洲特别侪啦吼，有山雾的所在基本拢有吼。伊会当做药，嘛会当做观赏。伫澳洲因大部分种来做即个围墙啊，若像咱的七里香的即个树啊共款，会当做围墙啊吼。伊耐风吹吼。伫山雾旷野有定有迄个足强的风啦吼，嘛耐即个盐分，所以种伫海边的沙坡嘛会使吼。
伊生长吼无介紧，慢慢生长慢的树仔，伊的茶基本上是较定的伊的麦较密较密，生长紧的基本上就较松较软好，无介悬啦无介悬，伫即个所在，伫沙漠的地区，因时常用即个来做建材。做即个家具的一个茶，真好用的茶安尼啦所以适合做威利啊是澳洲的国花啦嘛，但是有毒伊的果子有毒伊的树皮嘛有毒非洲拢总有43种即种的树好，生就是安尼啦无介悬无介悬但是伊若准较侪年的树仔，伊嘛有真长的茶通去用这是伊的果子啦这是伊的果子咱会当看见讲伊的名就对即个对即个来号名啦造荚木好。玉桂即个桂110公分，66公分宽，66公分悬寸尺有真严格的规定。你若去看好啊本伊是用手割一样的啦就手割人，咱咧讲手割来讲，就是无一定逐个人拢平长嘛所以即马新的翻译就甲伊实际的寸尺大约就来甲算出来安尼所以110公分，66公分悬嘛，66公分用纯金包咧来我拢包咧这是经文所写嘛有棍放伫两边边袂当抽出来，为什么？我拄则已经强调，因是游牧民族随时伫要离开，所以迄个棍袂当摕掉袂当摕掉伊佮将即个石棒就讲着10条界放伫即个柜内底好，咱过来经文内底定定会出现即个字啦我后壁就无要佮做解说伊适合做家具所以迄个玉桂伫即个所在用即种茶来做较定白的茶寸尺就是咱知影110、66安尼我拄则讲这2丈半甲1丈半，这有每一个人的长度就无共款啦好，用金包咧，所以头前咧讲到奉献的内底。金银铜这3物件拢有在内这拢伫后壁咧起做的时阵拢会用到的物件所以伫这所在伊讲到你要安怎用这个金去包这个玉桂，要安怎做这个金环放伫4支骹的顶悬，然后做一支棍穿过两边各一支安尼，袂当抽出来，咱搁再强调，因是游牧民族，随时准备要搬徙位，迄个袂当摕走，原因伫即个所在啦好，所以将见证的石板放伫迄个内底，这会通讲是证据就证明讲摩西对上帝遐领受的诫命，毋是伊家己去山顶刻的是上帝颁布互伊这是较大丛的造荚木啦较大丛的即个金合欢树啦这是年过较久的年过较久的好因就取迄来做即个家具安尼好。这个玉桂的卦呢，另外一个名称叫做这个宝座啦上帝的宝座就是有迄个天使伫遐咧固守安尼同款嘛是用115公分，66公分宽，会通嵌伫迄个顶悬安尼施恩座施恩宝座伫即个所在是安怎叫施恩宝座？因为上帝解救以色列人脱离受做奴隶的所在原文迄个卦迄个卦有热坎的意思有热坎的意思cover 有迄个嵌属罪有甲伊化解迄个意思但是其他的圣经的所在讲着，迄是上帝的骹踏椅啦历代志上
28章第20就安尼讲，大必就站起来讲，我的兄弟啊，我的百姓啊，恁着爱听我的话。我心内本来想要起造圣殿，但是安放上帝约柜做我上帝的骹踏椅，约柜做上帝的骹踏椅，这真清楚的一个概念伫遮，耶利米哀歌第2章第1节讲，主竟然是安怎来受气，互乌云遮砍熄安城，伊将以色列的花丽对天迄伫涂骹，伫伊受气的日子，无纪念伊家己的骹踏椅。骹踏椅伫即个所在嘛，咧纪念着咧讲着上帝伫涂骹的遮的人啦，因为因领受着上帝的诫命，放伫约柜内底嘛，所以要纪念这个，就是讲好哪亲像上帝对以色列人受气安尼好，寸尺当然是甲约柜共款长、共款宽啦，做挂安尼这是共款对这个圣经的简报站出来的图啦，好。基路伯是咧讲到天使，我倒转来互咱看即两个相对面实体悬看即个约柜安尼着用金拍两个天使基路伯，安放伫挂的双头一头一个，双头的基路伯着甲挂连做伙基路伯着面对面约柜体悬安尼好。基路伯就是天使，天使形状的一个装塔，两个对称，一边一个，那像咧固守的共款安尼天开是我那个热坎的意思，咧代表这个挂是咧热坎以色列这个上帝骹踏椅安尼好，21节到22节，将这个挂安放伫柜的顶面，所以咱知影这个西云座放伫迄顶面做热坎。将我要赏赐你的石板放伫迄个柜内底，我要伫遐甲恁相会所以迄个是上帝正着命令，亲像约翰福音所讲的，起初道甲上帝伫地，道佫成做肉身，伫迄个所在甲人三个伫地，嘛伫上帝交代摩西讲，伊要起即个会幕，要踮伫内底，要甲以色列人伫地共款的意思所以，搁伫约柜的顶面的挂两个基路伯中间对你讲我要命令你传互以色列人所有的事，这个是咧指迄个石板内底所写的命令啦好，石板和本来翻译叫法版，就是法律的意思就咱知影讲原文只有一个邦啦咱知影，因为伊是诫命上帝所赏赐的命令放伫柜仔内底做纪念，还是做见证做见证但毋是意思，毋是讲毋是甲上帝话关伫内底啦是要照着法邦伫遐来传达上帝所命令讲的话，来教导以色列人。伊讲我要伫遐甲你相会，安怎相会？借着以色列人接受上帝的诫命，甲上帝相拄，建立迄个美好的关系安尼好。25章的23节到30节相关的经文伫出来记37章第10节到16节，咱有机会我有放伫迄个讲义内底，也是咱会当去查好经文啦咧讲着道这个道是咱即马讲叫做圣餐道，伫迄个所在叫做丁列道啦陈列桌陈设饼的一个道就是因伫迄个所在咧献祭得用的咧献祭得用的。你讲你着用金合欢木做一块道咱咧讲是这个道伊80公分，44公分，过来悬66公分，所以甲约柜平悬，但是较细地较细地这咱大概知影迄个概念啦用纯金包即个道4颗链长空金线就是讲道面四边要有7.5公分宽的弦弦的边着爱空金线你着用4个金环放伫道的4个骹你着用合欢木做即个道用安尼佫有放香料的盘片以及献奠酒
坐要用的壶甲杯，顶面放献祭的饼，摆咧伫我的面头前安尼吼，所以伊这规定真清楚啦吼。好，纯金的器具吼，伫遮拢讲着纯金包金吼，这咱就知影讲，这个放饼的盘嘛，着爱安尼吼。配搭是咧放啥？放迄个香啦吼，迄个香的物件吼，好原文的翻译介困难去了解讲实际上是啥物货不过有一寡科学家因去模拟吼，去模拟安尼吼，好，所以着爱缀酒啦、倒酒用的物件，像咱即马咧修圣传嘛是拢安尼咧做安尼吼，所以放啥物饼呢？伫照咱所知，就是对出来集的时阵就无夹饼，手无夹节，所以利未记24章第5节到第9节就讲爱烘做12块饼吼，每一块饼的分量是偌济安尼，爱用幼米吼，幼米粉安尼，所以爱放2落啦吼，一落是6块安尼吼，将饼摆做2边安尼吼这用做乳香的物件，放伫迄个饼的物件做纪念就用火祭来献互上帝吼。所以伫这个所在，伊也真清楚咧讲着要安怎来献这个饼来互上帝，要安怎来摆，放伫金的这个盘仔顶悬吼。所以这是圣经第一解提到讲这个道甲放饼的一个代志，另外一个所在第一解讲到即种的故事，就是撒母耳上卷21章第1节到第6节，就是大卫咧逃亡的时阵，巴肚枵无法度去到伫圣殿内底，祭司就甲问讲吼，伊甲祭司来问讲有物件通我食无吼，伊就甲规定讲吼，你着爱有洁净，你才通食吼，大卫就甲讲阮拢洁净吼，然后伊就将迄个饼来互因食安尼吼，这个耶稣捌引用即段的经文，讲着我就是安息日的主啦吼，所以咱知影讲，这个伫故事的中间，伫记载中间，咱知影圣饼基本上对犹太人来讲是非常严格的规定，袂当凊彩互白食吼。即马呢，东正教甲天主教基本上因对圣餐的态度嘛差不多亲像安尼，因有搁较无共款的讲法，就是讲祝祷了，迄个饼就变成做耶稣的身体，所以袂当凊彩人食，吼，袂当凊彩人食。剩呢，着爱甲关起来，藏好好吼，这个物件吼，所以因迄个态度，就甲犹太教旧约摩西伫遮所咧讲的这共款，但是这个饼是要互上帝，若照着诫命来讲，当人需要的时阵，嘛是会通来帮助人，就亲像大卫伫咧逃亡的中间。伊咧讲，你若有洁净，你就会当来享受，安尼意思是共款。所以伫马可福音第2章23节、28节，耶稣嘛捌引用这个故事来讲，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吼。虽然是安息日是上帝所定的，但是要爱互人得到安息，这是更较重要的一个诫命啦吼。第37章的经文我就无爱读啦吼，咱会当家己来看安尼啦吼。好，会幕用的物件，阁有灯台吼。除了圣餐桌以外，祭桌以外，约柜以外，当然有会幕，阁有灯台。灯台是较趣味，吼，灯台吼，有人讲是7支的，伫这个圣经是讲7支的，也现代的以色列人因的光明灯是9支的，吼。光明节咧用的迄个灯台是9支的吼，好，咱会当来小可看者，启示录嘛有讲到即个灯台吼，伫启示录第2章第1节，即个咧讲到7个星、7个灯台，是咧讲7间教会的意思啦吼，甲出来集伫的7是无共款的吼，到底是要安怎讲因用7个，到底是啥物意思？真有可能甲上帝所创造的7有关系，甲安息有关系，因为伫
出来及其20章讲到受安歇即个中间上落尾理由讲上帝因为上帝6日创造第7日安歇，是毋是咧代表即个伫安歇日爱敬拜上帝即个节？咱无解有法度确定，但是真有可能有相关啦吼。所以安歇的思想甲敬拜上帝是连做伙吼，咱大概是知影即个吼第7日吼。吼顶台的功能是来照光吼，要来照光看甲目睭睭的圣所的功能。耶稣嘛捌用灯来做譬如，伊讲无人点灯是放伫迄个桌下骹，伊爱要求基督徒要求以色列人做见证的一个譬如吼。伊讲恁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哪会当叫伊去咸吼？以后若无用，不过伫等你外面，互人吞踏。恁是世上的光，城坐伫山顶是袂当稳重的，人点灯袂当放伫这斗下骹，爱放伫灯台顶悬来照光一家的人。吼，恁的光也着安尼照伫人的面头前，互因看到恁的好行为，这是见证啦吼。着荣耀归是恁伫天顶的爸吼，所以咱大概知影吼。好，做这个灯台呢，伊有伊的规定啦吼，伊有灯台，有钟一支，有杯吼，有这个杯碗吼，甲火这个中间这个是一个好那参像迄个咧结子的吼，火咧结子的这个物件啦吼，用纯金来制作，袂当做黏的，所以规支安尼一概甲做好成的，毋是用黏的安尼吼，所以这有一寡规定伫咧啦吼。好，双边拢总剩6支吼，所以一边3支吼，一边3支。每一边有3个杯，中搁一个，所以有7个吼，有7个。迄个火形亲像杏花吼，有这个果的形吼，嘛有花的形。灯台有6支吼，拢总安尼。伊就有一寡的规定吼，我连咪会当互咱看图啦吼。所以拢总有7支吼，拢总有7支吼。这是咱拄则咧讲的这个物件吼。这个叫做球果的艺术吼，就是火咧结果子的一个形态安尼吼。杏花是圣经中间第一届出现，是伫创世纪43章第11节啦吼。讲着将上帝土地生产上水的物件献互上帝内底，也有讲着杏仁啦吼。那到底杏花代表什么信仰的意思？咱足歹去界定啦吼，但是就知影讲，这是因当这时所建造的修行中间一个吼。安尼看民数记17章第8节讲，第2天摩西进入法柜的帐幕去，上知利未族亚伦的管仔已经布艺生花包开花结杏色的杏吼，这咧代表是一个顶头生，代表一个生命的再造，也代表着上帝创造的快乐甲祝福吼。伫这个所在真清楚，意思是安尼啦吼。伫经文内底佫甲咱讲着这个这是伫出来记25章36节到38节的经文吼。这个五甲基拢总甲挑连做一个，拢是用纯金拍的吼，着做7个吼。来灯台安尼，来点火倒来互相，互伊来照光吼，照光伫即个内底，所以要用纯金来打造啦吼。重量伊讲用拢总吼，包括伫约柜啦、桌仔啦吼，甲即个金灯台，拢总用35公斤的即个纯金打造吼。即马金仔足贵啦吼。这个是足侪钱啦吼，是他人得吼，咱对希伯来文的这个经文咧讲的吼。好，你着照我伫山顶指示你的款式细字做这个物件吼，所以搁一概提醒，爱照着上帝的旨意来去做，来制作圣殿所要需要这个用品吼。今仔日所看到是对约柜开始，甲迄个圣餐桌。
然后甲金灯台吼，所以拢爱照着上帝所交代的物件吼。所以咱看下即个所在吼，有盘啊，有即个盘吼，是咧倒即个酒吼，要来用的。啊，你看这棍啊，都是插条的，嘛是随时咧准备要离开吼。好，来进入26章吼，我尽量较紧啊，因为这物件无介济啦吼。好。26章拢咧讲到会幕的起造、建筑、寸尺、材料、方式甲伊的意义吼。所以伫这所在，咱会当去看到这方法吼，对咱建堂这参加教会的兄弟姊妹同工，咱佫较会当深刻来体会咱要起造嘛是爱照着迄个规定，拄则有讲到的吼。伫这中间一段的经文就佮走出来吼，就诗篇127篇所咧特别的诗篇讲的，厝体若毋是上主起造，起造的人就空着无。就亲像25章咱拄则讲着，拢爱照上帝的旨意来起吼。咱所领受上帝的意象，咱若无去思考宣告，那安尼就空着无。咱若干那想着要家己一个属好的所在，真舒适、真爽快的所在尔，安尼毋是上帝的旨意吼。所以咱知影，所以第二章讲，恁早早起来，暗暗则困，拖无趁食嘛无采工，上主所听的人，恁着互伊好困吼。所以咱若照上帝的旨意来行这个代志，来做这个代志，上帝要互咱得到福分啊吼。这诗篇27篇来对应这两工是讲这个经文吼，佮甲接续到30几章，甲咱的建堂的一个现状，咱伫遮来思考啦吼。所以这是非常重要一项事啦吼，对咱来讲。好，会幕的总长拢总44公尺.45，宽22公尺.225吼。内底架做2间是拢四角的吼，拢四角的。伊的起造的柴就是造荚木，咱讲金合欢树，吼，做架啊，做房啊，有皮，有羊毛，有幼地布，吼，拢总有4层吼。好，这咱遮看吼，幼地布啦，山羊毛啦，山羊皮啦，甲海狗皮吼。海狗皮走出来吼，拄则咧讲上好的皮是即个物件。我拄则等下会用原文来甲咱讲到底伊是啥物物件咧啦吼。所以爱嵌伫顶悬，拢总嵌4点吼，拢嵌4点，吼，嵌伫迄个做茶4箍链长茶了，这布嵌起哩，甲皮嵌起哩的部分吼。迄个布呢，爱拢总用18布来做会幕吼。18布分做2边500安尼吼。第3节有写着吼，用500吼。拢总12公尺长吼，当嵌啊对边仔落来安尼吼。好，为什么是10百？咱毋知影啦吼，是毋是代表着10条街嘛？真有可能吼。但是圣经甲无有介重视着即个部分啦吼。但是有可能就是讲，伊迄个寸尺的关系，也是讲因当作是织布会通触着的即个宽度吼。好，即个锁过幼地布吼。咱用讲锁过，咱较无法度介了解吼，就是讲迄个幼地布，即个毛仔布，即个是安尼爱安尼一直撸过，撸甲足油，安尼落去一个布安尼啦吼。这是因当作是祭司咧穿的，好野人咧穿的。你若去看新约使徒行传，有人专门咧卖迄个幼地布，咧卖紫色布吼。伊伫这个所在吼，英文叫做 finely twinned， 就是讲足高工、足精细，安尼甲伊捋甲足油，然后去一个布安尼吼，幼地布迄个概念是安尼吼。好，所以台语甲中文吼，讲将即个真精细吼油放伫后壁面啦吼。
咱知影讲，共款的意思，就是讲，你意思咧讲着迄个布是足幼足好诶布安尼吼，好。伊阁有用做丝仔吼，丝仔来有蓝色诶，有紫色诶吼，蓝色诶有意思是讲是天啦吼，天是上帝诶子民，紫色诶咧指君王礼仪诶教会，紫色拢是主教咧穿诶牧师服吼，所以伊咧讲着迄个恁讲君尊的祭司，上帝祭司代表上帝迄个意思啦吼。朱红色的是咧代表着上帝救赎的保护，亲像迄个出埃及的第10个灾难，用红花咧抹门楣得到拯救，迄个意思吼，共款吼。好，所以因伫遐来织了后，着爱搁伫顶悬来绣，用这个丝仔布吼。织布了后，用这个丝仔来去绣伫顶悬，绣啥物诶？绣迄个基路伯，就是天使诶图形伫内底啦吼。所以伫代表着讲，即个会幕就是上帝讲，我要踮伫迄内底，甲恁做伙，吼，甲你见面诶所在。所以会幕也是讲，咱即马讲教会，就是咱甲上帝拄面诶所在。是蒙恩得救的所在吼，即个概念对迄阵仔的处境，到咱即马现在咧去做礼拜堂，咱来思考吼是安尼。所以爱用真油的手路去绣即个基路伯，就是天使的图形吼。所以拄则咧讲的迄个幼地布是布底，然后爱用迄个丝吼。蓝色的、紫色的、红色的，就去用真油的工去绣迄个图形出来，绣天使的图形，拢总12公尺长，2尺宽，吼，2尺宽，吼那用咱即摆讲叫做双北布啦，一尾安尼吼，双北布安尼吼，伊用5地接做一个吼，拢总有2地，这当然是。将来要好收，要离开嘛好用吼。大概是安尼图形啦吼。我感觉这是对迄个圣经的迄个简报站内底的图形加落来吼。亲像安尼来织啦吼。这内底有紫色，有蓝色，有红色吼。安尼大概互咱知啦吼。所以伊讲逐组布烧才要布吼，落布尾的布拢爱做蓝色的即个柳仔款啦吼，拢总做50个柳仔款吼，所以布帛甲布帛即中间拢50个，占嘛50个，拢爱做圆圆的物件吼，50个吼柳仔款吼，为虾米要用啊？念去互咱看啦吼，2个3对啦吼，2块布共款吼，12公尺长，结果5块。车做伙就变做10公尺宽嘛吼，所以两边拢安尼吼，拢爱用柳，因就是安尼，这个就是柳仔款吼，柳仔款，搁来用金钩甲这2个交做伙啦吼，交做伙，会通甲这2北布交掉的，较袂去互流去，所以伫敬拜上帝的时阵，这拍做伙就爱用这个钩50个去甲交做伙安尼吼，好。我想安尼，问这个图，互咱会较清楚知影讲伊咧创啥物话。这交掉的了，就变做一百足大百的吼，1百足大百的。所以，这个10公尺甲10公尺，就20公尺嘛，吼。这20公尺安尼落去了后，伊就规个甲这个会幕砍掉的吼，砍掉的。好，爱用羊毛来织1100。这个场啦吼，1100个场吼，这个1100为什么1100？咱毋知影，但是咱知影18比1100较宽嘛，较长嘛吼，所以伊是甲这个内底迄个幼地布绣花的幼地布伸过去，两边各多少？各多50公分，安尼甲砍落来，吼，砍落来好。是安怎用羊毛织啦吼？我去查资料，就是讲，伊比这个布较重，会当缀条咧，互挡迄个沙漠中间的风，伊嘛较耐拍吼，所以
这个贝都因人吼，就是咱知影伫以色列伫较旷野内底，贝都因人因拢用这来做因的沙漠中间的帐幕吼，安尼嘛会当挡风，嘛会当挡寒，嘛会当挡热，安尼吼。所以即摆来看，已经有一个有地步的做内底面，外口用羊毛吼，过来毋通，佫有羊皮。佫有羊皮，羊皮会佫砍起，羊皮当然佫较耐拍啦，嘿，咱就知影讲，伊即个嘛是共款，共款爱甲伊织做伙，甲伊扣做伙，11百，一个5，一个6啦，因为都11百都无法度甲伊落共款即中间爱用50个圈甲扣做伙，甲伊拍伫迄个帐幕的顶悬，会幕的顶悬啦，这共款，咱拄则看到迄个部分圈共款，我都无搁用所以咱看伊讲，伊即个加半百就是50公分，加半百嘛50公分，就推落来伫会幕的两边这咱安尼看，咱就知影啦嘿，即边遮加50公分有无？50公分当然迄边嘛加50公分你会当看着讲即个部分。即个是遮较长然后遮较短伫遮来做即个物件，伊就是要砍即个寄生素的部分啦砍寄生素的部分来，羊皮就爱染做红色的羊皮是安怎染做红色的？因为伫即个搬过节的时阵，是杀羊然后用伊的血。来抹伫门楣，这是一个救赎的记号用安尼来做即个布安尼共款我是对迄个圣经简报站的图出来好，佮另外最后一点是用海狗皮啦原文毋是讲海狗原文翻译出来是海豚啦可能当初是因伫翻译，也是讲因咧用即个词的时，因对海洋生物的认捌毋是介清楚所以新的翻译就甲伊翻译做上好的皮啦当然对因来讲，即个皮是真困难得到的因就安尼来甲伊用做伫迄个寄生素顶悬。我搁倒转来即个图互咱看即个啦即就是这就是上好的皮伫即个所在。这边就是寄生素，这边的寄生素，好，来15节到25节就讲用着金麻烦做会幕的壁帮，壁帮是4公尺，搁65公分宽，4公尺宽，66公分宽安尼啦逐块帮有2个卡榫通接拢总。一边20块，一边20块安尼。搁来，另外一边伊嘛共款做法，伊的下骹嘛有放榫会放榫，下骹呢有40个银做的所以咱拄则看到迄个奉献的物件内底有金银铜，即摆金甲银拢用着就是要去做的所以逐块帮的下面有2个孔。有2个孔就插伫迄个金座内底，安尼伊裁条的，然后才有2个榫，甲这帮就夹做伙。连尾话咱看图啦会幕的后面西边佫做6块，就是伊这是长高里的嘛，这边20块，这边20块，遮6块所以是长高的一个寸尺安尼好。那共款啦咱知影造成木，咱就会当转去经文去看安尼好，壁帮壁帮就是迄徛起来迄个帮中有做帮才有2个榫，顶悬一个，下骹一个当然这边则着爱挖空榫空，才斗会做伙用安尼咱来看图啦我有图，我先用到图则来，等者我的图走去倒？我有放伫讲义内底，我才袂记咧放歹势咱来转去看讲义的图好，
所以每一块房仔有2个榫夹做伙，夹做伙，夹做伙，吼，然后伫即边这6块佮夹做伙，安尼无够用啊，吼，所以伫即个夹出来后壁面佮放一块房仔，顶悬佮一个钩仔甲牵掉的，吼，甲牵掉的，安尼伊就规个拢甲4箍连长的房仔拢总固定好势，吼，所以伊用榫，吼，用榫。来甲这房仔固掉的然后佮有看布吼，互伊会通来固掉的安尼吼好。南边拢有做5支吼，这个条仔吼，北这西边这嘛做5支啦吼。当然这内底有做价金的物件伫咧，用这个金拢爱用金包咧吼。有迄个门串吼，门串毋是要放伫迄门诶，是要放伫迄个房仔，这20支的这个房仔内底用5支，中1支上长诶，然后这2支放伫顶悬，2支放伫迄下骹，甲这个房仔嘛固定好势安尼啦吼。这拢爱用金包掉诶吼，拢用金包掉诶吼，所以这是硬体诶建筑伫会务遮。有即个壁板的起法，有即个涂骹银做的起法，有即个顶悬看4烟布。第一顶是釉地布，有绣天使；第2顶布是羊毛的；第3顶是红色的羊皮；第4顶是迄个上好的皮，讲是即个海豹啦，是讲迄个海底的皮安尼吼。好即个拢砍掉的了后，就来开始来讲到内底吼。伊要共款用釉地布，蓝色、紫色、红色，共款去绣即个基路伯的图吼，共款用4支条仔伫咧内底吼，有共款伊最主要是要做至圣所甲圣所，甲伊隔开的一个空间的位置吼，的位置吼这是经文所讲的这个部分35节讲，丈人就吊着金钩将约柜放入去丈位的内底。那约柜伫内底，这就是至圣所，这是圣所。这是伫咧圣所内底咧献祭。至圣所是上帝的约柜伫迄个所在吼，伊毋是凊彩人会当入去安尼吼。好，所以中述就讲头前做法共款伫迄个内底，所以咱会当讲圣所内面就是用釉地布，用蓝色、紫色、红色的丝去绣的即个天使图形，算内底看会到的物件安尼吼。然后伫遐做价金有4支条仔吼，然后伫遐有榫吼，咱大概知影因的迄个做法啦吼。了后伊有讲着用金钩去甲伊交替掉咧吼，就隔开圣所甲至圣所即个壁，然后开始讲着施恩座，即个足清楚咧讲着迄个约柜的挂叫做施恩座吼，就是上帝的恩典透过10条诫，透过即个伊的话吼所颁布的。好，有献饼的桌，进前咱25章讲好，做好的，伊就放伫即个所在，然后放伫迄个内底吼，连伊有迄个图就看会到，放灯台伫遮吼，所以咱看即个约柜伫遮，4支条仔伫遮，过来内底位置布伫遮，隔开，这是至圣所，这是圣所，这是伫即个所在，伫遮献祭。然后这献饼的所在伫遮，灯台伫遮，照光规个即个所在。至圣所就暗摸摸，因为伊才有4顶吼，釉地布、羊毛仔布、羊皮，甲上好的海猪皮还是海狗皮放伫即个所在吼。所以遮拢是迄个帮吼，遮拢是迄个帮围起来。拄则咧讲的即个柴伫即个关伫遮吼，关伫遮。关伫遮，甲即个固条的，莫互伊开去，莫互伊放去吼。所以整个的会务若斗好，其实是真永固。但是是安怎爱用即个
门串，就是随时串掉、拔掉，伊就会当赶咧走，啊，就会当运走吼。因是游牧民族，佮介强调，因伫到一个所在，就组起来，就来伫遐来敬拜上帝安尼吼。好，啊，咱看到迄个门里啊，共款就是咱拄则讲着，即个做伫迄个位置中间来隔开吼，隔开伫即个所在就伫遐来做敬拜上帝的一个空间安尼吼。所以伫上帝咧交代摩西咧去做即个会幕，换了足够工啦吼，啊，用足油的工去织即个布。用足油的工去绣即个天线，然后所有的物件拢爱用金包咧，底座爱用银吼，底座用银，啊有会通裁即个房啊，啊然后佫有门串，甲即个用起来安尼吼，啊，咱知影。我真正无简单啦吼，啊，亲像咱即摆去礼拜堂共款啦，无简单吼。我昨去看迄个咧一楼咧灌半墙的中间。灌伫迄个墙甲条仔内底水泥，甲咧灌楼梯的水泥是无共款的吼。楼梯的水泥呢较苦，因为你若用伤过水，亲像灌墙围仔的吼，伊迄就单仔流去啊，所以爱用较苦，而且爱足紧的速度赶用好，因为足紧就打去啊吼。所以有伊的工法甲要求啦吼。啊，这对伫即摆咧查即个经文，搁倒转来看咱咧去做礼拜堂，真正是无简单啦吼。敬拜上帝嘛无遐简单吼。虽然咱讲得到救恩是真容易的代志吼，啊，透过这嘛，互咱倒转来看咱的建堂，咱要用甚物款的态度啊来对上帝的命令来行。我想这对我来讲足有帮助啦吼，有一寡倒转来思考。看见过去因咧去做会幕，遮尔无简单，啊，真正是嘛足感动啦吼！啊，是咱的圣殿的去做嘛无简单哦，逐个人拢爱动起来安尼吼。好，以上有人要分享，也是要问的无？大家毋免客气啦吼，分享，因为这无有一定讲哦，你爱读神学的人才会当讲话吼。咱对伫圣经的理解啊分享，嘿，来，我是，我看伊个和本，甲看迄个祈祷本，对，看祈祷本圣经的图片啊，嗯，伊就是伊遮吼，就是伫信所内面吼，有分做两个所在，一个所在叫做信所，啊，一个所在叫做寄信所、对，圣所甲至圣所。嗯，然后信所就是迄个祭司伫祭拜的所在，嗯，然后至圣所内面就是劝约柜安尼，嘿，嘿，是，对，对，嘿，就所以就是有分即两个部分安尼，信所内面，嘿，嘿。我拄则互咱看上尾迄张图内底，就是有安尼会显示出来，嘿，对，多谢多谢，嘿，我厝摆还佫有一个问题，嗯，伊遮有一个，伊就是伫要入去会幕，我看伊这图片啊，要入去会幕诶之前啊，有一个迄落洗涤台，洗涤盆，嘿，伊迄是伫洗手啊，是伫洗这面诶迄落一个迄落洗手台安尼。嘿，迄是后壁部分才会讲着吼。基本上两项拢有啦吼，两项拢有。嘿啊，因就是讲因的精神要现进前有洗过吼。啊，当然较重要是你爱洗手，你若准讲有机会去天主教堂去看的时阵吼，伊外口嘛有放一个盆啊，啊，迄个盆啊基本上因家己讲叫做圣水啦吼，所以因有一点亲像耶稣所咧讲的洗骹。你若伫沙漠，你知影吼？我们很多的礼仪跟沙漠、跟游牧民族有关系，因为从犹太
的早期迄个生活来啦吼，所以是安怎耶稣讲你若洗过身躯，你若洗骹，你着规身躯清气啊？为什么？因为你洗过身躯，你搁行出去外口，肉垃圾会伫倒位？伫骹嘛。所以你要入去人兜，着是洗骹，啊，你规身躯着清气啊！吼，迄个意思是安尼。共款就是讲，迄个摆伫外口迄个圣水，即摆已经变做一个象征意义啊啦。你点一个，好像我就洁净了，啊，我蒙福了吼。天主教因会去点一个水，啊，就伫身躯安尼比安尼吼，共款迄个意思。但是，若是伫早前来讲，因会伫外口先甲因要献祭前先洗过，伊的手嘛着爱洗过，伊家己爱洁净，才会当入去伫迄个圣所内底，吼，有即个功能啦。啊，这咱后壁才会去讲到迄个洗涤的物件，嘿。老师，我补充迄个30章，嘿， 17节到21节，就是咧讲即个铜盆，伊是用对，铜做的，嘿，后面，伊盆，伊目的是要洗即个要侍奉的人的手骹啦，吼，就是讲爱洁净自己，咱都无事讲嘛，洁净自己，啊若无吼，因足惊讲因为安尼得罪上帝吼，啊无清贵伊会死安尼，嘿，30章的17节到21节，都讲到即个部分啊。这就讲到铜盆的部分，多谢，谢谢。还有无？好，安尼若无，咱就今仔到遮。咱是毋是请主任长老带咱祈祷？主任长老，好，好，谢谢。好，咱大家来祈祷，有听到吼？有。好，咱大家来祈祷。谢谢主上帝，很感谢你，感谢你搁在这阴暗，会当照到牧师所会当传讲的这经察，来讲了解，咧圣所所有的布置，所有的建制，自随望，阮无法度一一来记到真清楚，总是阮知，这是充满着尊严、神圣的一个所在。主嘛，感谢你，后方这个福分，伫整个教会未来的建伫这教会的过程中间，阮也爱用真正庄严神圣的态度来共同来起做。主，阮感谢你，感谢你，阮会当透过安尼，搁会当来了解主你的旨意，行伫阮每一个人的身上，求主你帮助阮。互阮每一个人拢会当出伫内心来敬拜你，出伫诚实的心来奉献阮的心志，奉献阮的金钱，来建立一个真正水、真正好的教会，来召集搁较侪人来信靠你。辛苦你，来让阮的教会成做一个会当利益人、会当荣耀上帝的所在。祝阮献上阮上大的感谢，阮安尼在你的面前安尼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阿门，多谢牧师。谢谢。